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过车人验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瓜地马拉宣布考虑和中国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但是会和台湾以及各种方面的这个交流。学者认为讲，中国做法可能无法单纯。大唐的猪肉片检出3百种，为福部处长王必胜也提出300种5大积极，但是台中市长罗秀燕就批评中央是在为祸厂商。新冠和流感拢来到高峰，新冠有65人死亡，567个引起其他病症，创过9月新冠，也那流感有8人死亡。台湾伫咧大选过后，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压，这诺鲁和台湾断交，走去和中国修好。正是搁在传出讲，台湾的友邦瓜地马拉因的外交部长宣布，考虑和中国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但是会继续和台湾维持各种层面的合作。就算因的总统几落届呢公开表达和台湾的争议，但是有学者认为讲，中国对台湾袂干那伫咧外交方面，连经济、军事等方面也拢爱注意。台湾大选了后，中共对台无停施压。伫诺鲁宣布甲台湾断交了后，台湾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外交部长马丁涅兹证实，当咧考虑甲中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和设立相关办公室，也会继续甲台湾维持各层面合作。马丁涅兹强调，会公开宣布，就是无希望互外界看做是夺取台湾甲美国。Vamos a seguir trabajando con Taiwán en los niveles en los que ya lo veníamos haciendo, pero al mismo tiempo el presidente Arévalo ha señalado que no podemos ignorar el peso y la potencia que representa China en muchos campos. Y en base a eso es que tendríamos el interés, por supuesto, de acercarnos a ellos. 因为外国新总统阿内华诺进前特别提起，袂当疏忽中国分量甲力量，佮设法甲中国建立关系，恐惊夺去外交竞争红灯。咱国外交部长54议会中，则参加阿内华诺就职典礼，外交部也回应阿内华诺几下摆公开表达支持台湾邦谊，而且分析外国新总统政权过渡期得到美国支持，台湾有愿保持合作关系。台湾邦谊短期内应该袂有变动，也毋过爱注意中国对台施压的手段，袂只是伫外交都会继续加强，包括像外交、军事和经济各方面的胁迫跟强制作为。比方说，像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像无人机的大规模运用，或者像是空飘气球的运用等等的，去测试台湾，甚至测试美国这些区域国家的红线。那外国想要甲两岸互相经营关系，南韩驻中大使地在和切国表示，南韩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不过同时也要增进甲台湾的实质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韩国以及美国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多次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区域内的国际共识。中国初六公布中国大陆情势报告，提起中共讲，一种原则是一个趋势，就是对台施压。佮继续派强机男对台协调性演训，释放侦察气球强化认知战，压缩台湾防卫空间。佮为经济层面下手，讲要研究扩大中资核发产品关税减让，对台继续文武强悍。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的义务役恢复咗1年，头一批做1年的新兵伫顶9月入伍。总统蔡英文早起去新竹市参勉励国军，一寡阿兵哥也伫咧现场展现牵手榴弹演练。另外，陆军也进行地空联合战备操演，是因为这542旅联兵营去年去美国接受训练，这回展示出来也互当作是展现美军训练的成果。教官一个下令。阿兵哥大力破群，掌握军事动作要领。这是1年期义务役新的身份课程，经济激斗，嘛是头一届对外公开。这边恢复做1年，是总统蔡英文任内上较重要的军事改革之一。头一批义务役顶个月入伍，投入训练2礼拜。蔡总统初六去新竹市道，要南练习护身倒法、经济激斗，安排2个人一组练习。国军落实实战化训练，提升阿兵哥的实力。蔡总统看过训练的过程，伊是真懊恼，嘛指示国军随时检讨训练的效果。除了到北部地区的防空部队了解装备现况，为到陆军2栋6旅部4营关心首批第1期义务役的新兵的营舍环境和训练的情况。模拟特军特工部队的侵袭。大型苏车反击，国军是真冷静，出动直升机做机动任务。地面部队嘛有4M11战车做火力压制。陆军伫湖口营区展开地空联合操演，尤其542旅联兵营，去年才去美军夏威夷太平洋多国联合战备训练中心受训，
即届伫蔡总统面头前操演，嘛互外界解脱是咧验收台美军事合作训练的成果。因为台湾的地形比较有限，所以很可能就是可以进行整个联兵营的全套的一个操演，包括步炮装，还有甚至是空中兵力、无人机，还有就是这个电磁空间的通信对抗，等等的这个全套的一个营级作战的模式，都可以充分的在美国的基地展开。那太平岛整修的工程完工，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话讲，愿意对蔡总统领导捍卫国土的主权。不过，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考虑美国的因素甲人身的安全，认为蔡总统领导的可能性无大。另外，中国各方面改变 M503的航线，苏起评估未来台海发生意外事件的机会加悬，中国以前表达的可能性恐惊嘛增加。5月20日了后，新政府就要谨慎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台糖的猪肉片，互台中市政府检出有3码种，出来检体台中市食安处早期进行复验，过程拢录影，按算明仔载就结果。农业部也针对着台糖其他9个养殖场即寡菜田样本甲饲料进行检验，今仔日公布拢无检出3码种。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就发文，认为这件事件有5个疑点，但是台中市长罗秀燕有关积极中央是人民较重要，也是这厂商的利益较重要。检验机关挂手套找6早起，对方验出300种的台糖每回猪肉片检体进行复检，过程包括受事人员、台糖公司甲第三方专家等10多人到场，而且专程录影。因为这个是原始包装，但我们怕污染，所以我们都会分装出来。台中市食安处检出台糖每回猪肉含有300种西布特罗，因其中央甲地方的看法不同。台中市食安处复检有假测试的结果，另外一部分的检体也已经伫初5送去食药署复检。农业部也针对台糖其他9个特市场的肉质样本甲饲料进行采检，初6公布结果，拢无检出西布特罗。我们尽可能针对同一天生产的部分，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些检测。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件是被检出。针对台中市府公布检出300种，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伫面册提出5大质疑，表示检验结果挖经极断达，应该思考检视实验室事件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属于比较不常见的状况。有争议的事情，还是应该多请专业的人士讨论之后再处理。王必胜也指出，台中市府共一包肉验20礼拜，也毋过结果数值差别真大，煞只公布部分数值，佫无甲中央讨论做法会当佫加油。也毋过台中市长罗秀燕伫初6的市政会议中强调，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以厂商的利益为主，而不考虑到人民的权益，我感到瞠目结舌。到底是人民重要，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罗秀燕表示，对于食安监察严，唔通放松，呼吁政府应该公正监督，唔通介入。也毋过行政院长陈建仁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这个代志应该以科学证据论述，希望各界唔通假作有切风声放影，呼吁民众爱理性，唔通惊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卖披萨的达美乐、达比乐，因即卖披萨厂方验出有致癌物质。食药署今日公布，台湾可果比公司所提供给因的达比乐披萨厂方验出农药残留，款用1万，违规品项超过1.9吨，就要全部销毁。达比乐是发出声明，讲暂停使用店内披萨厂，也会封起来送检验。各方各侪cheese加上海产和肉类才配料，落尾再配披萨的酱，安尼配一组是真侪披萨的味酱感觉上好食的。不过有名的披萨业者达美乐披萨就洪验出致癌物，一款用1万。自美国输入的达美乐披萨酱被检出残留农药环氧乙烷1.3 ppm， 被判定为不合格。食药署讲，台湾可果比公司进口的达美乐披萨酱，洪检出10公斤有农药环氧乙烷1.3 ppm， 判定无合格，违规物件是超过1.9吨，必须要全数退运还是销毁。达美乐嘛紧急发声明回应，因讲虽暂停使用即卖的披萨酱，全台门市嘛会随提供台湾制通过台湾食安法规的替代商品。目前全台门市拢无使用有疑虑批次的披萨酱。另
外，伊嘛甲即马有的封存商品送去 SGS 检验，这是商品第一摆互检出这种物质，嘛确保是上尾一摆。台湾各股美是回应讲，已经随函客户来联络，调整供应链的模式，确保袂阁发生这款代志。民众如果长久接触到环氧乙烷，会增加癌症的风险，例如增加血癌的风险。如果说工作人员长期接触到环氧乙烷的话，也会有一些神经病变，比如说会手会麻、头晕、头痛、不舒服。食药署表示讲，台湾酷果米是输入公司进口的大米六披萨酱，伫最近6个月内面是第一摆发生无合格，伫边境查验的强度因会加强抽验，危害民众的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过年期间的天气，这气象署发布上届新的天气预报，讲明仔载开始呢，这冷空气变强，华南云雨下向东线，全台湾会湿居冷到正月初1，初2了后才会开始出日头。东北季风来，大台北地区自拜2开始感觉会冷，一若拜3年假的前一天，冷气团向南平线，再加上华南云雨下向东平线。天气的湿固定，一直到正月初1。伫咧这段期间，若是温度加水汽有配合，关山可能会落雪。在中部以北3000到3500以上的高山，如果温度跟水汽有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下陷啊，然后雾凇，或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下雪的几率。气象署发低温特报，自拜3开始，各地低温有可能降到10度。一若过年前一天到过年暗。冷气团发挥，再加上全台湾拢有雨，各地是湿固冷的感受真明显。自初1了后，雨会较细，初2到初5，大家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伫过年期间，先是湿固冷，要转做大冷，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年初1的深夜到年初2的清晨，以及年初2深夜到年初3的清晨这几天因为受到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以及辐射冷却效应双重影响之下，目前看起来台北气象站预估有9度到10度的低温。气象专家有指讲，伫过年年节的前半段，冷空气强度可能瓦滚，强烈的带着冷气团，尤其是正月初1半暝到正月初2的透早。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有高伫苗栗以北较空旷的所在，有可能降到7度或者是更较冷。拄好是初2传统嫁出去的查某囡仔爱转去外头厝，并从上南往北，才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落订带的物件，过年进前无一定会到位哦。这过年进前，大家拢会买东买西，着网络平台领货这个店头，这低包裹的箱啊是贴甲满，敢若剩一条卡路会当过领。业者表示讲有派人来处理啊。高雄凤山这间网络购物平台，店到店的据点，行路敢若剩一个人会当过，其他的所在箱啊是放甲杂通通。下晡有业者想要来寄货，所有人叫伊莫直接寄。叫我们尽量去别间寄，他们这间已经塞不下去了。那时候我说我今天那箱子我就寄，其他的我就先到就无人商店那边寄货这样。要过年是可以理解，因为就很多电商都在特价，大家都会买。店员建议民众去其他的分店寄货，较袂去牵着寄到位的时间。另外一间店到店的据点，嘛有同款的情形，物流箱为店内底摆去到外口。业者讲，伫申请进前，货量确实有较大，目前已经全面加派人力来支援。货量较大的据点嘛，增加每一天派车收货次数，而且伫人流高峰的时段，加派卡手来到3工。消保官提醒，伫网络顶买年菜或者是年节的食品，应该爱甲卖的人较认，甲约定到货的时间。若已经讲有订，主要是伫过年了后才收到，会当请求退货或者是算较俗。失去了年节。使用或者送礼的这个目的，有权利选择要求退货还款。那当然，如果他选择是仍然收货的话，可以向卖家请求减少价金。消保官指出，伫网络顶买的商品，若已经约定却是无准时送到位，责任会是卖人的；若是消费者家己摕去寄的，无准时送到位，责任是物流公司的。不过，伫过年进前，货物的运送量真大，建议消费者要是爱先确认状况，才决定敢是要消费，避免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进前呢，拢爱大摒扫，这粪扫量却是平常时爱2倍到3倍。致使这粪扫车、资源回收车时间就去前着，民众等一个伤过贵，
对这个清洁队员起卡动手，甲因侮辱。同市环境管理处就谴责暴力，也讲这个代志呢会用法律来处理，无排除要讨民事赔偿。农历过年进前，家家户户拢无用大饼扫，粪扫量是平常的2至3倍。画面中会当看到民众将手内捐收的物件，等伫主管回收车了后，先是暂车过暝，刷来搁拍车门，清洁队员落车录影搜证，手机刷互民众拍落来搁留咧拍。过程转互行车记录器翕到，清洁队已经向警察局报案。经了解，系因年中清运垃圾量较大，导致车辆延时延误，民众不耐等候，因此发生纠纷。代志就发生伫初3暗7点，专案会以妨碍公务、侮辱公务员、甲毁损罪向法院提出告诉。环境管理处表示，严正谴责暴力事件，绝对会追究到底，用司法方式为受侮辱的队员讨回公道甲尊严，也无排除民事讨赔。民众竟当街踹打我们的那个资收车，并对清洁队员辱骂。那目前我们所有的影片都已经有搜证完整，后续也会循司法途径来捍卫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的权益。清洁加班服务市民也爱受侮辱，清洁队员也感觉委屈。另外，因工作中也可能受伤，像2015年西中的清洁队员，粪扫清运完了后，落车触到受伤，经过诊断是腰部椎间盘刷毁。市府第一时间同意工伤病假期间行使照付，也毋过专案经过劳动部鉴定，毋是属于职业病。经过市府核算，因先加领薪水73万外，专案进入司法程序，最后高等法院判决无需要害，专案确定。汤市政府表示会尊重，后手也会依法院判决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伫咧评论社会事件的查某网前昨下晡出门，说互一个查甫人攻击。经过警方的调查，认为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是准备好势要犯案的，移送了后5万块交保。这背后敢有人伫咧操作？警方也当咧调查。你没有错，你讲的我没有错，永远没有错。当期甲伊老母男做伙，是好甲4男随。伊讲前到当捌想过伫咧大包的街路咧行。人身的安全嘛受到威胁，也耳仔甲面去用拍着伤。他说：“请问你是陈姨妈？我可以跟你拍照吗？”我下意识的点了头，那个陌生男子就立刻拿起他的手机，假装要跟我自拍，然后就拿他的手机，非常用力的敲击我的头部。回想代志的经过，初5下晡4点外，当期伫咧中仑消防分队外口，伊一个人咧等车阳灯，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行去伊的边仔。讲无2句话，就雄雄出手甲拍。2个外国人看到这个情形，是紧甲这个查甫人救开。干嘛啦？要碰我啦！警察到现场了后，这个查甫人要一直咧化休，规分尸全周围，当场去互管束。虽然伊辩讲伊是一时认唔到人，不过当期认为讲这个嫌犯是有计划犯案的。警方嘛发现讲伊伫咧动手进前，早就踮伫咧现场点外钟。经被害人验伤后，对黄贤提出伤害告诉。故警方将黄明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侦办。当期曾在伫咧网络顶评论社会事，伊讲伊甲加害者并无熟悉，警方无排除这个涉案的嫌犯是有人派伊去犯案的，以伤害罪嫌移送了后，以5万块交保。不过有立委讲，可能是黑社会伫咧做无爱的主使者。看守所里面关的是车手，不然就是。类似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黑衣男的打手，难道我们内政部警政署要纵容如此的犯罪形态继续下去吗？暴力解决在所有的这种事件冲突的解决上，很多人会想要去选择的方法，因为它会立即造成被害者的惶恐。我相信这个模仿效应是存在的。网络红人蔡阿家，几啊年前伫咧路林捌去有车份人攻击，即届佫发生单期伫咧路林去互拍。就算代志发生的原因也要厘清，不过包括伫咧街仔路暴力犯罪在内，最近这几年伤害案件每一年拢超过1万件。学者嘛烦恼讲，这种的案件恐惊会引发模仿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灯会伫咧台南举办，配合台南建成400年庆典，市政府这届也扩大举办，到达有26万人次来遮观光赏花灯。也因为人多车就多，市政府公告的配套措施，却引起在地民众反弹，讲安尼影响到因平常时的出入。
交通局也回应讲，今麦已经有调整管制时段，也有路段路。天顶有900台无人机摆出台南400顶各种动样，佮有宴会表演，现场人抢滚。这个人16档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到打成26万人来抢顶。为着要互交通会当通透，市府公告不加侪配套措施，毋过所有在地民众怨讲管制伤严，影响到因的生活。有人指控交通管制人员的态度无理想，警方嘛出面驳回。交管人员他说这次的态度不是很好，这样啊，说去倒垃圾的时候就是有其他邻居也有都是这样反映，就是已经有跟他说地址在哪里，他就说啊你啊不是在那边吗？为什么一定要从这边进？他就说我就住这啊，不方便啊。像我回去补几个东西回家，我要经过4个那个管制站，我就觉得我快被烦死了。有带动观光人潮，但是有造成那个在地居民这个生活不方便啊。每日在举行勤教。以办喜事的心情，请同仁务必柔性执勤。交通局讲，灯会期间因为车辆多，地区管制范围较大，经过检讨，市府对初5嘛开始发放通行证，在咧自号点家庭单位，只要摕证件到公所第3换。另外，市府嘛甲车辆管制时间调整成拜一到拜四下晡6点半，那假期是下晡4点才开始实施。部分路段嘛取消管制啊。管制范围本地庆平路，伫咧裕平路东的部分，咱有管制，即摆已经甲取消掉。另外伫即个平生路平生路伫安平路到运河路这段，咱嘛是甲取消管制，而且咱管制的时间本地较长，咱即摆甲减少。台湾灯会会等到3月7日，虽然市府有设临时停车场，通互游客好停车，不过交通局也是呼吁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这届嘛特别规划4条接送车的路线，通互民众利便来上顶。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准备要迎接这2年，新竹的香山地区太初县城宫用60万个1箍，这金价格呢，开3个月时间特别打造出一杯金铃。这金色的这个金铃呢，要互大家好过年赚大钱。这杯金黄色的金铃外形看起来唔那活跳跳，而且我近一个看，竟然是用1箍的银角仔做出来的，民众拢赶紧摕手机啊出来翕相。亮片。然后现在直接一看是金币，那亮晶晶的、亮光光。哦，我第一次看到，真的金光闪闪的。本来预计是58万，语义是让我发的一个概念，因为1元复始嘛，那我发的概念，那完成之后呢，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68万。台湾美容艺术老师叶俊南利用68万的1箍的金角仔，去靠金角仔材质歹固定的特性，用3个月时间豆豆啊做。真不简单，再完成。我们原先的发想呢，其实在10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把它完成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因为碍于其实金币真的要完成，其实它克服度非常非常的难。那这一次呢，我们尝试了好几百次，才好不容易把它这个金币呢，把它促成一个立体感。金龙边啊，佮利用麦啊、参台啊等等，增加金龙的艺术感。创作者表示，也代表我国丰收的意思。庙方甲创作者拢欢迎民众在过年时来遮迎吉良，讨一个好吉兆。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以哈冲突造成中东冲突地区变更较快乐。这伊朗所支持的民兵初5用无人机去攻击美军伫咧叙利亚上界大基地，上部有6个美国所支持的库德族士兵来死亡。这联合国烦恼讲，这个战火是未收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6已经到埃及，希望会当稳定这区域局势。进前捌伫叙利亚甲伊斯兰国 IS 作战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初5证实，因伫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奥马尔油田的突击队学院，初5透早防攻击，2名库德族武装战士死亡，另外有18人受伤。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民兵已经讲，对这个攻击负责，这个组织是美军初2领导的实际目标之一。包括3名驻约旦美军和这个组织无人机攻击身亡。If the attacks continue on U.S. forces and if there are U.S. casualties, then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intense or continuing attacks in retaliation.
以下重度改版4个月，外溢效应已经明显造成中东局势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以下重度了后，第5摆飞去中东协商，除了协商释放，和哈马斯绑架以色列人质，也希望尽量稳住中东局势。那伫5月的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迪卡罗公开呼吁，赶紧和中东局势降温。也毋过，中国代表批评美国的行动加重中东暴力宣传。俄国更批评拜登政府2月初2空袭叙利亚甲伊拉克，都是为了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代表也做出反击。Видим в этих попытках поиграть мускулам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повлиять на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асклады в Америке. Желание хоть как-то подправить провальный имидж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And we are not seeking a direct conflict with Iran.But w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personnel against unacceptable attacks. Period. 也毋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初时表示，虽然拜登无打算扩大中东战火，也毋过美军伫中东也是会有更较侪军事行动，同时也无排除攻击伊朗境内目标的可能性。公司新闻记者金明。用3D 列印造成已经变作是各国管制枪击的空棒。法国检方宣布抓到一个非法制造枪击，而且伫咧走私贩卖集团。除了抓到14名嫌犯，也查扣一寡枪。这寡枪伊本身的含零件拢是用3D 列印了后，才甲伊倒起嚟的。网络顶头阁用加密货币伫咧卖，根本是真有对诈。检方放伫桌仔顶展示的，都是互查到的3D 列印的枪机，部分枪身的边边阁有印 FGC 9个字。这是一种德国的酷德族移民设计的枪机，所有枪身的零件都会当用3D 列印的技术来制作，而且会当发射一般手枪还是冲锋枪9毫米的枪支。FGC 9的枪身本来是敢若52公分，但是检方展示的非法枪机，有的阁改装较长的枪管，这嘛会互规个杀伤力阁较强。Une des armes vendues qui est un 9 mm, donc avec un pouvoir létal très fort, cette arme répondait au doux nom de Fuck Gun Control 9 mm. Donc vous voyez tout un programme FGCA.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讲法国政府是调动差不多300个国家宪兵队的官兵，专门负责反恐的特勤队员，对1年前就开始布线对科技的任务，而且透过网络歹徒的渗透，入去到乌青买卖的网络，总算查到14个嫌犯，包括带头这个26岁有毒品前科的查某人，互检方抓一个有2点：第一是嫌犯拢是透过网络和买家来联络，而且用加密货币来做交易，避开检警的追踪；第二是制作枪械的过程，所有的 know-how 都是对网络找到的。即摆查到的8台3D 列印机，逐台只要台票5000外块就会当买到啊！这做出枪机的零组件了后，嫌犯会一个一个分配寄互买家，买家则佫家己甲做起来。亲像 FGC 9这种枪械，每一支是会当卖到台票33700到50500外块。检方认为讲，都是因为遮尔好赚，互欧洲遮侪人拢有枪机，会互治安佫较恶化。公司新闻期间任编译。来看美国加州最近当日落大雨，洛杉矶地区做大水，十外层水崩山。目前呢有140万户失电，目前是有3个人死亡。当地政府表示讲有3800万人伫咧警戒范围内。美国国家气象局也讲，即当地初5这天呢，雨水可能会佫较高，请民众就要注意在前。冲击落落雨，引起土石流，土沙水甲大石头同齐冲泻落来。洛杉矶亚市城社区道路厝车辆受损，数百万人出伫危险大雨甲强风冲击，包括洛杉矶地区在内的南加州顶面有大量水汽。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洛杉矶部分地区车拉将会落半年份的雨量。Over 150 power incidents and approximately 7,200 customers remained without power after thousands have been restored. LAPD has had an increase in traffic accident responses with over 65 traffic collisions resulting in injury. 洛杉矶交通局表示，比利河山庄位伫利罗大道甲乌荷兰大道之间的班尼迪克峡谷大道，因为路面有水石啊，无法度通行。另外一位查甫人为着救跋落水的狗仔，跳入洛杉矶河，经过消防队员提前赶到水尾成功抢救，狗仔也安全的收到好环。不过官员也接到死亡通报，其中有人互倒去的路树地死，北加州部分社区民家厝互大树地害，个安尼停电。And then we just hear a big boom.
and the ceiling fell down. 加州当拄着自顶礼拜五以来第二摆大气河流侵袭，加州州长纽森针对加州几个郡发布紧急状态。洛杉矶地区初五下昼，以每点钟超过1毫米的速度继续落大雨，累积雨量更加增加大水土石流的风险。当局警告，灾害还未过去，民众上好避免外出。公司新闻吴伟仁编译。英国的钢琴家卡瓦纳进前在伦敦火车头直播演奏钢琴，说服几多名中国人要求讲袂当继续翕影片，要甲这位钢琴家阻止。卡瓦纳昨搁伫咧面册顶头抛出伊手提中华民国国旗的相片，引起国际讨论。外交部表示，讲这中华民国国旗代表自由法治的普世价值。外交部长高桥社也伫咧社群平台发文，欢迎卡瓦纳来到台湾庆祝言论自由。伫风潮的歌声中，英国钢琴家卡瓦纳握着手中的中华民国国旗，随后将国旗放伫钢琴顶开始音乐表演。卡瓦纳也伫面册顶平台抛出摕中华民国国旗的相片，和万人分享传达。台湾包括南非洪明凯、立委王定宇、国有情等人拢留言讲赞。卡瓦纳以为伫伦敦火车站的公共钢琴直播演奏的时，互几名中国人士以保护肖像权为由，要求停止翕，也爆发言语冲突。 The Chinese flag. Why you're touching her?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please. Do not touch her, please. 这事件的影片伫网络流传引起讨论。卡瓦纳随后也个出击，摕威尼肖像的相片，中方的英国旗印有八九六四，寄向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but when somebody tries to shut down the Boogie Woogie, then I take it seriously. So the CCP tried to shut down the Boogie Woogie, and they failed. Z, you failed, baby. We've got Winnie the Pooh, we've got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ve got the Tiananmen Square number. I know what. 有台湾女学生替卡瓦纳赞声，介意以台语讲台湾加油。民众立委林俊恒证实，这是伊的建造力。中华民国国旗就代表了我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 外交部欢迎全世界支持民主自由的国际人士，也支持我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国际人士挺台。外交部长高桥社更加伫外交部的 X 平台发文，向卡瓦纳发声，欢迎来台庆祝言论自由，也强调中国伫遮无管辖权。记者综合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后生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含贵真多，合并执行关1年2个月。去年5月入去关，过年进前申请假释核准，法院已经裁准保护管束，陈志忠会当登记过年。 陈志忠翁仔某防指控协助妈妈吴淑珍洗钱2亿5千万，陈志忠被判刑1年，加上贵正罪，合并执行1年2个月，关9个月就会当假释出监。到正式2月初5核准陈志忠的假释案，台湾高等法院今仔日裁准保护管束。高雄李家表示，若准收到保护管束令，会依法伫24点钟内完成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予受刑人量早登记。 讲到这新冠含流感的疫情，拢来到高峰啊！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冠增加567例，引起连带病例的这个病症。那这死亡个案呢有65例，出现5个月以来新冠，也是这新冠疫情的第5阵高峰。也讲到流感的部分呢，是有8例的死亡，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伫咧北部40多岁女性，住院2礼拜有关死亡。 伫诊所等看病，迄区拢是病人，因为最近各种呼吸道的病毒规个窜起来。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全台门急诊类流感就医923000多人次，是最近10天来降期第2悬，而且增加8例流感死亡病例。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北部40多岁女性，有针载病无注过即季的流感疫苗，1月中发病，住院2礼拜嘛是死亡。 后续有并发一些多重器官衰竭以及急性呼吸道的一些窘迫症候群，所以在住院的2周后，那就是不幸的过世。
若是流感到关方，顶礼拜新冠肺炎增加567个并发症，死亡增加65例。从5个月以来，新冠嘛是新冠本土疫情第5波的关方。疾管署本地是预估逐天感染的人数到15000人，但可能因为天气变较温暖，民众注疫苗的意愿提悬，群体免疫力提悬这因素，实际感染数差不多是9600个人。不过过年含开学过后，暗算可能有搁一波较热闹的相关风。春节以及后续的开学啊、灯会等等这些活动，预期这个人流的聚集还是会导致这个呼吸道疫情的上升所以我们观察应该是在开学后的1周开始这个流感跟新冠又会再有一波上升的状况。因为过年的时阵，人较会做伙活动嘛，较接耍动，吸入到病毒的风险较悬。为了保护个人的健康，疾管署呼吁民众较紧去注新冠 XBB 疫苗。目前莫德纳还有459万剂库存 ，Novavax 是剩30万剂。另外，为了要顾到过年期间呼吸道病人看医生的需求，疾管署是将立急救责任病院开特别门诊，专台配合的病院有156间。相关资讯已经公布在疾管署的官网，民众会当去查。记者综合报道。大同的猪肉片防验出3肉精，真侪饲猪业者拢伫咧烦恼讲，这去影响到猪肉价销。云林肉品市场表示，初5猪肉拍卖价销1公斤90块左右，价销是真稳定。农业部也讲，过年进前消费者对猪肉需求量有增加，这猪肉量也准备充足，过年进前价销袂有变动。一透早来到传统市场，有真侪消费者无用咧拣猪肉，准备买回去传过年的料理。听到最近大同猪肉片互人验出3肉精的事件，消费者讲只要找固定的肉想买都袂烦恼。有猪肉贩仔也表示，年节要到，有袂少人拢来交关。我食这道拢袂烦恼。安怎讲嘿？我就信用他，较侪人一定爱较侪。过年到啊，加买。是的囡仔转来，爱买啦。买气潮增加几成？少了2成有啦，较少。不过，猪农挂路，最近大同猪肉互人验出3肉精的事件，恐惊会影响到猪肉的价销。针对这件代志，云林肉品市场是表示，初5云林市场供应3400多只猪，平均价销也阁算稳定，大公斤大约90块左右。今年这个原物料整个上涨，还有我们养猪头数可能饲养头数有下降，所以我们工序有变少，所以平均价格有拉高3到5块左右，但是相对来讲还是算稳定的。春节到了，其实我们在猪肉方面，我们有增加了2成以上的供应量，每天增加了2成以上的供应量。目前为止看起来还好。农业部表示，最近猪肉的价销维持伫10公斤90块，也阁算稳定。佮加上过年前猪肉的量准备有够，有过年这猪肉价销袂有伤大的变动。不过后续敢会因为3肉精的事件受影响，也阁爱观察。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过年假期是民众出国的高峰，为着要防止旅客违规炸霸骗入境，这非洲 DJ 在海应变中心召开记者会，特别强调会加强机场的稽查，提醒民众唔通认为讲袂甲你查到就偷炸霸骗来入境，违规者上悬会当罚到700万。过年特别到啊，为着要防止非洲 DJ， 年节期间机场出入境拢会加强检疫。真侪民众会趁假期出国旅游，或者是过年进前伫网络顶头买物件。为了要防止肉类制品入境，非洲 DJ 在海应变中心特别召开会议宣导。指挥官强调，中国目前是非洲 DJ 一区，英国查到肉品检验阳性率是高过其他国家，民众入境的时阵就要提高警觉。以现在的数据来讲，大概是将近9%点多9.89%，光快要到10%，大概1成左右哈。那特别在这一次的春节期间，也有很多国人就是透过小三通的一个通道进到我们的国内的部分，特别去要求我们各个相关的单位在小三通的这些边境的一个管制呢，要特别去加强。除了入境的旅客，民众上接伫咧大年节啊，透过网络顶头买礼品，英国外国的电商平台买物件真好找到来源。农业部这届也招相关单位做伙来合作。那特别是这些跨境的电商平台往往会宣传有一些肉制品在网络上直接贩售。当你有明确的事证的时候，能够请金管会银行局这边从账务端能够提供一些相关的资讯以利我们后续的一个查验。后来连续6年成功把非洲 DJ 查落来，目前咱也是东亚地区2个当中非洲 DJ 非一区国家。农业部强调，
回流二者若准爆发，除了猪农损失惨重，鸦片市场总体经济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应变中心强调，年节期间会加强检疫，呼吁民众唔通前为无协派温被防抓到。若是违规偷炸鸦片，上悬会当罚到100万。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高雄中山大厦校园内面的市电古迹西雅湾张介石行馆，经过年半的修复，保留行馆本地建筑面貌。在咧修复过程当中，搁再发现到89年前日本时代起的液池啊，保留甲真完整。未来变做是基本空间使用，甲这古迹活化再利用。中山大厦蒋介石行馆外观是一栋历史建筑物，内底除了办公休困的所在，这摆修复过程，佮发现1楼有一个真大液池，这是89年前日本时代起的。因为这挖进西雅湾，过去就捌开放温水池予大众使用，伫液池中央佮有加热器，规个保留甲真完整。在海水浴场的这个休闲的人有热水也可以泡，所以在这边也创造了温浴池的这个空间。那很特别的是，你可以看温浴池的瓷砖还有2种色调，一个是白色调的很干净的白色调，另外一个色调是墨绿色调，是跟整个建筑物搭配起来的这个色调。很特别是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布纹砖，它上面还有布的纹路。这栋过去唔那是高雄观光馆，二战过后是正做蒋介石到南部的住所，到今已经有89年的历史。这摆修复重点，团队将建筑外观恢复到过去创建时期的模样，将内底插头、塔门等等的装潢来保留过去的风貌。连楼梯边的图样是日本时期以打造阴影来做回魂的设计。嘛90档啊，所以伊风台地动漏甲真严重啊嘛。迄个咱看到迄个咱岁月吼，迄个非常斑驳迄种的迄个痕迹。这栋建筑已经有100档历史，过去受到风台、地动等等灾害。中山大厦伫2022年开始修复，会继续做基本空间。学校表示，未来除了规划基本的展览，嘛会开放参观，只是目前也未确定开放的时间。记者钟义辉、顾昭勇高雄报道。1689年起的嘉义上中庙，有人家叫做是朱罗守庙，是在地正重要的信仰中心。庙门口呢有一对用细石啊钢架做的灵条，因为伤过久啊开始必顺，庙方来邀请修复单位，按算用半年到8个月时间来修复这个真特殊的文化资产。在法师的传领之下，庙方人员在进行灵条架神的仪式。伫嘉义市开启有335档历史的上中庙，庙门头前这对磨石仔的龙条，因为久啊有损害的状况，所以准备要进行修复。因为伊伫差不多80档以前，伊的制作方式就是足特别的，就是用阮的这个磨石仔，但是伊也知影磨石仔一般拢是咧做阮的涂骹，做阮的迄个壁啊，也是楼梯，但是要做到遮幼的，我讲真的，伫台湾足歹看到啊。除了龙条以外，庙门顶面的门神嘛有采画落插门帮必顺的状况。庙方为了要修理这物件，就用龙条的花草设计龙年平安符，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物主来修复这物件。修复迄款门神的代志吼，迄钱额还佫无够，修缮的钱还佫无够，所以讲咱就用这个龙年甲艺术甲迄个国民党做伙合并，做伙来互人依过就对啦。嘉义市的上中庙，去伫1689年有朱罗第一高庙的讲法，后来，互日本政府拆掉，伫1947年重建了后，上中庙的建筑到今，拢阁看到迄当阵工艺师留落来的作品。修复团队表示，上中庙的龙条、门帮的门神拢真罕见、真珍贵，暗算会用6个月至8个月的时间来修复，希望继续保留这工艺作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分园因为有这八卦山产毛路溪的天然环境，最近这几年有发现到石虎的影子。为了要让学生囡仔了解地方生态，中华分园的东安国小加这石虎追踪者罗志成老师合作，教囡仔安怎追踪石虎、翕石虎。学生囡仔也用唱歌搬戏的方式展现学习成果。师傅，他不是老虎。师傅，他会是老鼠。这首守护石虎是学生创作的歌曲。中华分园因为有八卦山产毛路溪的天然环境，最近这几冬有发现石虎的影子。东安国小就参石虎追踪者罗志成老师合作，带囡仔认捌石虎。耳朵是圆圆的，而且
它的斑纹是圆点的。有路杀，就是在山区开车的时候尽量要减速，不然会撞死石虎。不要乱涂农药，不然石虎吃到农药会死掉。东安国小表示，平常时最好是暗时才出现，所以囡仔拢无了解家乡有咧要绝种的以及保育类动物最好。这摆的最好保育猎命计划，除了有生态观念的相关课程，嘛互囡仔亲自去野外观察。就说是勘察，然后找到石虎的脚印，完整的就说是了解了石虎它追踪拍摄的过程。阮带囡仔伫外口安装这自动化的相机，竟然会翕到真侪夜间来活动的这动物。这个动物内底当然包括着咱上罕见的这石虎，嘛有咱的水鹿啊。苏生参导志成老师做伙伫田边装摄影机，除了翕到石虎，嘛有看到果子狸、水鹿等等的野生动物。学校嘛甲这记录展出，希望呼吁大众做伙来关心生态环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AI 快速发展自身科技要安怎帮助台语传承呢？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廖元富教授伊的团队，正也参与到这 Meta 英语台语翻译计划，团队也开发出华语翻译做台语的系统，佮通分析台语的句型结构、词性、声调等等，希望帮助本土语言的复兴。大家拢来讲台语。写华语入去就通翻译做台语，而且念出来。即阵 AI 也知影台语有腔口差。大家拢来讲台语。台语高雄腔、台语台北腔 AI 拢会晓讲。这是阳明大学智能系统研究所所长廖元富团队研发的台语语音学习系统。已经找文章啦，就找人来念安尼，就找无同的。高雄的人台北人来念安尼。阮落尾是找差不多600人。差不多全台湾拢找来。廖元富参台文系的学者合作，找各款腔口的人来录音，未来会推出更加侪腔口的语音。另外，团队也设计通分析台文语句结构的台文自然语言剖析器，写入台文句，系统就会分析这句话安怎断句，佮有词性安怎变调。为名词为文法面顶先甲做一个分析啦。这是传统做自然语言分析第一步。对。学台语的人，我感觉是帮助真大，因为即马咱学台语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其实声调变调，这个是上大的问题啦。廖元富讲，分析语句的系统是台语 AI 发展的第一步，希望在未来的2年到3年，通发展出台语的语音自动翻译系统。不过，这就需要更加大量的语言资料库，这也是目前正在拍拼的。记者郭文谢桂林台北报道。日本的赛马是当地正普遍的马术运动。伫咧北海道呢，所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马拖铁雪车的比赛，安怎比？咱做回来看。固定了后，十只弯马开始拖有气势的铁雪车，努力向前行，会当看出逐只马踏伫涂骹每一步拢真出力。这是越野赛马全球只会当伫北海道戴光赛马场看到，是当地真特别的比赛。每一届比赛都会当吸引真侪观众到现场替比赛马去加油。No matter how good people or horses look in the beginning, the crucial parts of the last like 50 meters, you know, so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which is cool. 这是北海道的传统比赛，由体重800公斤到1200公斤。过去当作是龙颈马的重型马、弯马来举行比赛，甲过去马要拖的犁换做是雪车，而且还救着600公斤以上的铁雪车，载着骑师走过直线200公尺，有2个小山区的特別賽道，是全球真特殊的比賽。材木を山から何トンもの材木を出してくれたり、それから畑仕事を一生懸命頑張って物を引いてね頑張ってくれました。その名残がやっぱり物を引いた競争になっちゃった。因为马载重真重，所以会行一个停一个，嘛，叫做全球速度上慢的赛马。比赛时阵，马力量、耐力甲骑术的技巧，嘛，叫做观众露出赛马的参考重点。关于北海道，阁有其他3个城市嘛，捌举办越野赛马，也毋过因为赛马速度无紧，有兴趣的人一直减少，造成主办单位了钱真济，所以停办。伫戴光赛马场重新整理设施，推行无分赛马，佮开发正做手机游戏了后，才豆豆吸引更加侪家庭甲小
少年的客群。暂时玩游赛马内底差不多有750只马会参加比赛，尤其罗祖金遐一年累计达到555亿一票，差不多大票117亿，是2011年罗祖规模的5倍，嘛成功走掉这个特殊的赛马文化。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加拿大魁北克遐民众最近上界穿的活动，就是伫咧结冰的溪流顶头钓鱼。却因为这气候暖化，结冰的时间有较晚，本地去年底就有的活动，拖到今年1月中才开始。这群人行伫结冰的溪流顶悬，准备要去钓鱼啊！加拿大东北部魁北克省最近总算进入寒人，溪流结冰会当伫咧冰顶悬钓鱼啊！ Mais là, on est heureux quand on voit que la ligne bouge, on est heureux, puis on se dit. 伫冰顶悬钓鱼啊，是魁北克人的传统活动，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当年的12月底到过当年的2月中，是上适合伫冰顶悬钓鱼的季节。在地人请在一家伙仔做伙做一间寮仔来钓鱼啊，一个钓就是规暝。Il y a des années où on pêche plus de 1000 poissons. Donc, ça dépend des saisons. Mon père, lui, avec 2 de ses amis, en a déjà pêché 1600 à 3 en une seule nuit. Donc, ça dépend des années. 不过最近这几年，对在地人还有咧做钓鱼的寮仔业者来讲，伫冰顶悬钓鱼啊是愈来愈无简单。因为照理讲，溪流伫旧年底就应该爱结冰，冰站到30公分高的时阵，才会当搭寮仔开始伫冰顶悬钓鱼啊。这一季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 一直到今年1月中，冰站才达到应该有的高度。钓鱼的季節比往年減1個月。beaucoup de boutons, beaucoup de pluie, donc c'est ce qui fait en sorte que le couvert de glace ne pouvait pas prendre. Donc plus de clients. Fait que quand on perd toute la période des fêtes, aller jusqu'à quand les enfants commencent à l'école, mais je dirais que c'est un minimum de 25% de nos revenus qui sont pas là. 伫冰顶悬钓鱼啊，是魁北克真出名的观光活动。每一年成差不多10万人来这行搭。当地伫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平均的气温，比一般的情形悬摄氏4度。钓鱼的季节愈短，业者的损失就愈大。今年慢1个月才开始，观光的收入嘛减一半。业者讲，因是看天食饭的，无法度甲大自然来对抗，敢来当祈求气候暖化的现象会当转好，互这项传统的活动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国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5度到17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7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8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